堅，係啦，真係好堅嘅，我係痛到好堅嘅嚇。咁痛到點咧？痛到咧即係隻手會麻痹嘅，即係有啲位咧係抽住咁樣。透過呢個咧歡欣祝福棒咧，係能夠真係被祝福嘅喎嚇，真係可以咧將啲痛症咧，有啲係睇醫生睇唔掂啊，咁做呢個祝福棒咧，跟住又好翻喎咁樣。咁咧喺個過程裏邊咧，我發覺真係身體好咗啦。咁我好感謝神咧，即係俾我可以認識到嚇。咁同埋咧，我打算咧，即係我社區裏邊咧，我都會開班啦咁樣。咁希望即係呢件事情咧能夠咧係幫助到我社區裏邊咧嗰啲嘅即係老人家啦咁樣。咁因為我自己本身咧，其實講我係一個按摩師。咁因為我其實喺工作上咧，亦都係每一日咧最少都有3-4個客人去做呢個按摩。咁做完之後，其實返到屋企咧，真係都攰嘅。咁其實我自己都應該要俾人哋按摩，每一個月咧就有2次。但係跟住我攞咗呢個歡欣祝福棒認識咗之後咧，咁我就自己真係跟蔡牧師啦，或者啲姊妹分享啦。咁原來咧度都可以碌喎。咁跟住自己咧就每一日收工翻去咧就碌，即係其實背脊真係要俾人哋去做㗎。咁但係原來呢支棒咧，亦都係可以俾我咧自己可以碌翻。所以每一日咧收工翻去咧都自己可以按摩咧。其實咧將每一個工作咧，即係神好感恩咧，就已經係日日都幫我舒緩翻。客人冇可能會日日會揾我嘅，咁我亦都可以同客人分享啦，即係好感恩。我亦都咧幫咗客人去買啦，教佢玩啦，睇 YouTube， 因為咧其實佢又唔係香港人嚟嘅，咁佢係新加坡，可以希望咧將呢個歡欣祝福棒咧喺個全球嘅世界咧，亦都係傳揚出去。我10幾年前咧就患咗胃癌，咁我就切咗個胃，咁之後咧有化療、電療，其實係好凄涼。但係咧喺早2年咧，我又嚟去有第2種嘅癌病啦，就係子宮癌，我就切咗，好厭悶啊，同埋咧係好辛苦啊嚇，真係好自然個心境咧係低咗。咁啊好感恩喺嗰段期間咧，阿蔡牧師嚟我哋當中咧嚟去分享信息，跟住咧就係教我哋學祝福棒，因為做咗手術咧個記性差咗，叫我做翻呢啲咧，我係好容易忘記嘅。好感恩即係祝福棒裡面咧係有金句，我竟然可以背晒喎，係咁祝福棒裡面咧係有唔同嘅歌詞，我又可以你背晒。其實最寶貴一樣嘢咧，喺我係近呢2年嘅裏面，竟然咧係最快樂嘅喎。我病喎，我已經係做咗手術同埋咧係即係嗰個心境，經常都出入醫院又電療咧，其實係黑掹掹係好辛苦。但係咧就係祝福棒咧嗰個歌詞啊，有一首咧好中意嘅，今我有快樂，快樂在我心中，在我心中。到啦，咁咧就有一個人咧就同我講，好似個背脊越嚟越寒背啊，點搞啊你咁樣？點啊？我唔知喎，就係冇辦法咯。感謝神，感謝蔡牧師帶咗一支神奇好棒俾我哋。早2個月咧喺快樂崇拜時間咧，文花你條腰直咗咁多嘅，感謝神。喺中心咧用呢支神奇好棒咧，就幫啲長者推下背脊啊，推下腳啦咁樣啦。咁最近咧有一個長者嚟到我嘅面前就話：我隻腳好痛啊，我咧就唔去邊度啦咁啦，係啦。咁跟住咧我就咁啊，我幫你碌下隻腳啊，不如咁跟住碌完之後咧，我話：喂，真係鬆咗喎！有一個婆婆咧，佢咧就話佢就係上咗一堂啫。我而家識得舉高隻手啦，以前咧舉唔到，但係學完嗰一堂之後，佢翻屋企做，咁佢舉高到隻手，我哋為佢感恩。咁另外咧，多謝天父。我做呢個歡欣祝福棒之前嘅我咧，係好灰心絕望嘅，係冇記性嘅，背唔到書嘅，係成個人都痛嘅，係成個背脊都背脊同頭同眼耳口鼻全個面啊都拉緊晒嘅。咁咧行路咧好似孭住個大石頭咁樣行嘅。咁但係當我學咗呢個歡欣祝福棒之後咧，我成個人都唔同咗，好似換咗第二個人咁樣。咁我就好個背脊嘅石頭，主耶穌幫我拎走咗。
掹住我個皮嗰啲緊張咧，我就用個歡欣祝福棒去碌佢，咁就會舒緩。我兩個耳仔同埋個腦嘅叫聲咧，做咗呢個運動之後咧，就好細聲啦。本來咧係10級咁響嘅，而家係輕微嘅響，我就係當神送俾我個禮物。歡欣，心裏感謝神，歌唱，歸於聖父，讚頌，你賜下慈愛，獨生的愛子，剛正，心中剛強無懼怕，主的豐盛滿一生，皆因主手曾為我顯心恩，剛正，心中剛強無懼怕，主的豐盛滿一生，皆因主手曾為我顯心恩，讚美，讚美，讚美。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榮耀，哈利路亞！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榮耀，哈利路亞！耶穌平安的王，榮耀，哈利路亞！耶穌平安的王，榮耀，哈利路亞！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榮耀，哈利路亞！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榮耀，哈利路亞！耶穌平安的王，榮耀，哈利路亞！耶穌平安的王，榮耀，哈利路亞！心中真興奮，有上主同行，基督親領路，全力向前行，全無後顧，只有感安心，人生滿希望，同主可以同行，我願意歌聲，唱頌救主恩，常令神歡欣，感激他護佑，心中真興奮，有上主同行，基督親領路，全力向前行，全無後顧，只有更安心，人生滿希望，同主可以同行，我願以歌聲，唱頌救主恩，常令神歡欣，感激他護佑，心中真興奮，有上主同行，基督親領路，全力向前行，全無後顧，只有更安心，人生滿希望，同主可以同行，我願以歌聲，唱頌救主恩。